太震撼啦！嫦娥6號今次真係幫我哋中國人賺足面啦！喺嫦娥6號成功咁樣帶咗1935.3克嘅月壤翻嚟之後，整個航天界都沸騰啦！因為呢一次嘅任務成功咁樣，至少傳遞咗3個重要嘅信息，每一個都令到美國佬十分關心。比如話月球後邊嘅土壤到底有咩秘密？由於技術嘅原因，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國登上過月球嘅後邊，不管係美國、蘇聯定係歐盟，佢哋都只具備探索月球正面嘅能力。呢一次我哋嘅嫦娥6號唔單止登陸咗月球嘅後邊，更重要嘅係我哋仲成功咁樣從嗰度攞咗啲月壤翻嚟。呢個係人類首次，所以呢一次全世界都非常關心呢件事。尤其係美國佬，佢發夢啊，都想同我哋要一啲月球南極嘅土壤。喺琴日嘅新聞發佈會裏邊，佢哋就安排咗個記者嚟試探我哋嘅口氣。你知道我哋係點樣回答佢㗎嘛？我哋話中國非常希望同美國合作共贏，一起為整個人類做貢獻。但奈何美國佬有一個所謂嘅沃爾夫條款，將我哋拒之千里之外。如果我哋強行要俾美國月壤，咁就係違反咗美國嘅法律，呢件事唔做得嘅。你睇下我哋嘅回覆係咪充滿咗語言嘅藝術呢？而且你以為美國佬只係想要啲月球嘅土壤咩？佢哋甚至連探月嘅技術啊，都想同我哋深入探討。而呢一啲就係我要講嘅第二個重要信息：超越時代嘅航天技術。呢次嫦娥6號返回嘅時候，首先要以11.2千米每秒嘅速度衝入大氣層，然之後頂住成萬度嘅高溫，讓整個飛行器喺大氣層裏邊彈起嚟，將大氣層攞嚟當剎車用，再以7.8千米每秒嘅速度再次進入降落軌道。通過呢種打浮漂嘅方式，我哋橫跨整個非洲大陸同埋印度洋，最後精準咁樣落喺內蒙古四子黃旗地區。你知道睇到降落過程，美國人會諗啲咩呢？佢哋嘅腦裏邊肯定唔係航天技術，而又會脫口而出。呢個唔係就一個無法攔截嘅洲際導彈咩？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未來我哋喺月球建立咗基地，再加上咁誇張嘅航天技術，美國人嘅國防系統喺我哋嘅面前，簡直就好似紙貼嘅一樣。畢竟我哋能夠精準咁樣落喺內蒙古四子黃旗嘅地區，咁就能夠精準咁樣落喺華盛頓特區同埋美國嘅洛杉磯，而且仲係咁誇張嘅速度，三體人嚟咗都要俾人刮餐懵啊！睇到呢啲，我哋知道肯定會有啲人會提出質疑，比如話我哋每個月3000蚊嘅工資，使咁多錢去搞一啲咁嘅面子工程，同我哋老百姓有咩關係呢？其實唔好意思，呢一啲話其實同我哋而家講嘅嘢九唔搭八。先講第一個問題，咁同我3000蚊嘅人工有咩關係呢？你而家使用嘅紙尿褲、食嘅糧食，仲有加熱嘅微波爐，甚至連方便麵裏邊嘅脫水蔬菜啊，佢哋都係嚟源於太空技術嘅民用。冇呢個太空技術嘅利用啊，你3000蚊嘅人工啊，可能連方便麵都食唔起。再嚟回答第二個問題，使咁多錢點解唔發俾老百姓呢？整個探月計劃到目前為止20年時間先至花咗100億人民幣。中國每年喺養老方面嘅支出同埋稅收上面嘅減免都遠遠唔止呢個數。美國人喺阿富汗20年就花咗2萬億美金，咁先至係真正嘅勞民傷財。最後嚟睇第三個問題，呢一啲面子工程有咩意義呢？通過科學研究，月球上邊有豐富嘅氦三，呢啲係可以供核聚變嘅重要原料，地球上邊十分稀缺，但係月球上邊咧卻多到無倫。如果我哋真係能夠獲得大量嘅核三，未來好可能引發一場新嘅能源革命，佢嘅收益將遠超我哋嘅想象。你諗一下，石油喺而家嘅重要性，喺發現石油之前，中東亦都同月球一樣係個不毛之地。但係你而家再諗下呢個問題，如果月球上邊發現嘅材料係下一個能源革命嘅鎖匙呢？其實宇宙就係個海洋，月球就係個釣魚島。我哋而家可以去，我哋唔去，人哋去咗，人哋佔咗，我哋再想去就去唔到啦。就同當年嘅大航海時代一樣，我哋錯過咗。付出嘅代價就係100年嘅國恥，成為西方嘅半殖民地。我哋有慘痛嘅教訓，所以我哋要謹記歷史，緊緊捉住呢一次重大嘅機遇。